在地人在地前继续来看台南的大妈祖宫，也就是大天后宫。27色的情人节，拢会举办联谊的活动。今年更加甲饭店的业者来合作，推出着限定礼盒，希望有情人拢会当得到元老的宝贝，顺利来找到好姻缘。当年的情人节总是会有真侪人趁这个机会去庙会向元老求姻缘。台南府城道4大元老庙，其中专来书店大天后宫得到网络票选上届灵验的元老之一。这摆庙方头一摆结合旅馆业者推出限量的礼盒，希望讲带给民众满满的祝福。大天后宫的叶老他是，因为他是比较正派，在找帮邻这个未婚男女找到他的缘分，找到他的正缘，所以我们这边的是一个求缘的一个好地方。大天后宫办联谊活动已经有10多年的历史，当年拢有成真侪民众来报名。因为今年受到疫情影响，办这个联谊活动将会配合政府的相关政策。若是对这项代志有兴趣的乡亲，会使到庙方的社群媒体去找相关的公告甲消息。